糟了，又来了。哦，这个杯子怎么质量那么差？碰一下就碎了。老板娘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种事放着我来就好，很危险的。哎呀，知道。没事吧？我以为你在担心我，你在担心你的茶壶。原来就是你一直在传教主。小朋友，你是迷路了吗？小朋友，你叫谁小朋友？我乃魔教右使江灵儿。在下魔教左使江无邪。哦，你们两个不就是阿龙一直在找的人？阿龙，竟敢直呼教主名讳，你哪位啊？莲儿，不得无礼。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这家店的老板娘陈佳怡，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老板娘，这两个可不像好人呐，是黑社会吧？要不要报警啊？啊，不用，王伯，没事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江药师，不要对一般人使用摄魂大法，你们换套衣服就行了。教主，我是左使，而且我们刚来到这个地方，也没有其他衣服呀。欢迎光临，里面请。教主，现在不是做这种事情的时候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回去的方法，养精蓄锐，重振旗鼓。只要教主您在，我们魔教一定能够一雪前耻。哎，我说老板娘，昨天我大哥约你出来，你人去哪儿了？为什么不出来？我在店里嘛。为中意的女人多等一会儿 ，no problem。我的小弟有点弱，我们今天只是来喝咖啡的。那你们两个要喝点什么？哎呀，糟了，麻烦了。教主，啊，你是觉得很麻烦吗？不是说你。教主，你是觉得我很麻烦吗？完了，他啰嗦起来就没完没了。教主，你是在说我很啰嗦吗？没有啊，我说了你啰嗦吗？哎，你听见他刚才说我啰嗦了吗？没有啊，我应该听见吗？教主，恕属下直言，身为魔教教主兼负责教宗亲率，势必要带领众教徒脱离苦海。10年前，先是也就是上任教主，也就是您的父亲，在临终之际任命我成为2人为魔教左右护法，辅佐教主，希望教主能够独霸武林，完成他毕生的梦想。江药师是左使，其他事就拜托你了。其他事拜托你了，拜托你了。哥，我总感觉龙哥哥好像变了。对，变得更加信任我了。你是有什么大病吗？老板娘，你就趁这儿，千万不要动。我愚蠢的小妹啊，你辅佐教主的时间还是太短，只有深得他信任的人才能知道。知道了。教主怎么甘愿过如此平凡的生活？他一定在密谋什么大事。他要娶我了吗？那不重要。作为一教之主，怎么能帮别人端茶递水？教主肯定有他的苦衷，这半年一定吃了不少苦。那他还想当我们的教主吗？我在成为魔教左护法的那一天就跟师父发过誓，这辈子要跟魔教教主共生死，无主便无教。如果说他不愿为主，那我活着也没什么意义了。我早就做好这种觉悟了。哎，来，大哥，这边正好有一个位置，能坐这边。来，咖啡。这位先生有事儿吗？你怎么回事？就给我大哥喝这种垃圾玩意儿？是不是糖分多了？给我喝这种 trash， 我真是看错你了。你喝给我看吧。这位先生如果不满意，我们赔一杯便是。Hello， 你很拽哦！你说做就做，你信不信揍你啊？这杯没放糖。你是不是听不懂？
刚才真是 sorry 啊！谢谢你让我喝到这么好喝的咖啡 ，very nice， 我对你 salute 呀 ，see you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刚才那个人是中了你的摄魂大法，你在试探我。属下斗胆，甘愿受罚。但是如果教主已决心留在此地，就请教主赐我一死。龙哥哥，哥他只是护教心切，对教主绝无二心啊。喝下去。好喝吗？恕属下直言，马马虎虎。魔教左右护法听令。是。本教先遭逢浩劫，百废待兴，在寻得回去方法之前，你我三人当隐居于此，蓄力待时，重振魔教。谨遵教主圣令。太好了，龙哥哥答应重振魔教了，看来他的心还是在我们这边的。我愚蠢的小妹啊，教主只是给我一个台阶下罢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也没说实话。他自己睡的。还挺好喝的。Take me back to the day I met you， 告诉我这并不是一场梦。你让泪滑落，微笑对我说，陪我看最后一个日落。你是我此生最后一次执着。什么？我们有同名广播剧了？是的，《奋斗吧龙顶天》广播剧7月12日正式上线，猫耳 FM 盲盒剧场不要错过。点个追番，一键3连。本教先遭逢浩劫，百废待兴，在寻得回去方法之前，诸位当扫描2维码，关注 B 站轻剧场，更多精彩内容与你共享。